降機同扶手電梯嘅出現，可以話係代表咗人類進步嘅證明之一。而呢兩項嘅發明，的確為人類生活帶嚟好多方便。試想一下，如果有一日冇咗升降機同埋扶手電梯，我哋嘅生活會變成點呢？其實我哋之所以每日都可以咁舒服、咁安心地使用升降機同埋扶手電梯，全靠一班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人員幫我哋安裝、檢驗同埋保養升降機同埋自動梯。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第618章及機電工程署發出嘅相關工程實務守則，就分別列明工程人員嘅職責同埋佢哋用嚟履行呢啲職責嘅實務指引。以下嘅故事就會講俾大家聽，作為一個註冊嘅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人員需要履行嘅責任。哇！發生咩事啊？壞 lift 啊！咁點算啊？一陣間我仲要去睇醫生同埋買餸噶噃。等我撳警鐘通知人嚟救我哋啦！係1號啲警鐘響，即刻到。我去到1號點啊！裏邊嘅人冇事啊嘛？我哋有2個人喺度啊！我婆婆趕住去睇醫生，快啲搵人嚟救我哋啦！好，你哋鎮定啲啊！我即刻通知承辦商，派人過嚟救你哋出去。好啊，唔該。裏邊啲人冇事啊！我係升降機維修人員，你哋唔使驚唔使喐啊！好快救你出嚟㗎啦！好啊，唔該。師兄，等我 check 下先。好。check 咗係平樓層嘅師兄，可以開門。收到。我哋而家開始開門㗎啦，大家千祈唔好亂喐啊！開到啦！你婆婆冇事啊嘛？冇事啊！出嚟！哇！呢位叔叔好似超人啊！如果好似佢咁叻就好啦。唔該晒。呢啲係我哋份內事啫。今次真係唔該晒啊！好彩你哋嚟得快，冇發生意外。叔，你請我做助手好嗎？你咁有興趣咩？係啊，我一直都覺得升降機係一個好偉大嘅發明，所以我想確保佢運作正常，避免意外發生。好啦，難得你咁有抱負，等你讀完書之後申請個電梯學徒，到時我請你做助手啊！記得到時請我喎。OK。唔該晒，拜拜。好，拜拜。嗱，而家我會停嗰部 lift，唔俾其他人用住。我知道叔叔一定會守諾言嘅，我大個一定會返嚟做佢助手嘅。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定明，只有合資格人士或受合資格人士直接監督嘅人，先至可以親自進行升降機工程或者自動梯工程。一般合資格人士有2種，分別係註冊工程師及受聘於註冊升降機或自動梯承辦商嘅註冊升降機或自動梯嘅工程人員。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嘅工程人員可以分為3個級別。A 級可以進行安裝同埋拆卸工程， B 級可以進行保養工程，而 C 級呢就可以進行調試同埋檢驗工程啦。而工程人員可以註冊單一或者係多於1個級別噶。我長大之後要學叔叔咁，做一個出色嘅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人員。而家我終於成為電梯學徒啦！師傅，我已經喺度返咗3個月工，今日終於調咗嚟保養組啦。係啊，好咯，你終於成為學徒啦。我同你解釋下公司嘅守則啦，過嚟啊。係師傅，坐啊。唔該師傅。嗱，公司就已經解釋清楚公司嘅內部守則、實務守則同埋有關方面嘅守則，例如勞工處同建造業議會升降機同埋自動梯嘅安全守則同埋指引。而家我就同你重溫一下條例嘅要求同埋內容啦。條例清楚講明工程人員必須擁有合適級別嘅註冊身份同受僱於負責相關工程嘅註冊承辦商，先至可以親自進行該升降機或自動梯嘅工程。但係若果好似你咁樣未攞到牌，就要由一個擁有合適級別嘅註冊工程人員睇住先至可以進行有關升降機同埋自動梯嘅工程。除此之外，註冊工程人員需確保 1A 該工程妥善同安全地進行，同 B 採取充分嘅安全措施，以防止該工程進行時任何人受傷或者任何財物受損。2. 如姓名或通訊地址有所變更，須於14日內以表格 LE48 通知註冊主任。3.
喺進行升降機或自動梯工程時，需時刻攜帶有效嘅註冊證。最後就係4，每5年為註冊證續期。師傅，以上嘅條例內容我都清楚晒㗎啦。咁你又知唔知道，如果違反呢啲條款，一經定罪，有咩罰則？你要成為一個註冊嘅工程人員，你一定要知道㗎。係，師傅。任何註冊工程人員都要遵守條例入邊嘅要求。若然違反條例有關註冊工程人員嘅規定，最高罰款係1萬蚊。另外，亦都有機會就專業失當或者疏忽行為接受紀律嘅審裁。紀律制裁包括吊銷註冊同埋罰款等。喺清楚要遵守嘅條例嘅內容之後，準備進行工程之前，亦都要清楚實務守則內容嘅實務指引啊。而實務守則嘅指引包括必須遵守實務守則上嘅安全措施，例如2人工作嘅安排，以保障工程人員安全地進行有關嘅工程同可以相互照應。而註冊工程人員亦都要熟習註冊承辦商或者係上級提供嘅指示、指引、施工說明、程序同其他嘅技術資料，例如製造商為該升降機或自動梯制定嘅保養指引，咁樣亦都可以確保工程喺妥善同安全嘅情況下進行。參加僱主安排嘅訓練同簡介課程，並妥善保存培訓記錄。進行任何升降機工程或自動梯工程之前，應該先了解工作內容，以確定自己係咪能夠勝任同具備所需嘅資格去獨立進行有關嘅工作。除此之外，仲要了解喺工程中嘅職責。如果斷定自己或者喺自己直接監督下嘅人員唔適合或者係冇能力去進行有關嘅工程嘅時候，就要立即通知上級。一文，見你面青青咁，你唔舒服啊？冇嘢嘅，少少頭暈啫，頂得順。你唔舒服，你唔好死頂啦！你即刻停低隻手上工作，我打電話返公司揾人替你啦。咁唔係幾好嘅喎，唉，頂得順㗎，師兄我。唔想你工作上出意外啊！有健康嘅身體先有精神做嘢㗎嘛。咁啊，都啱嘅。唔該晒你啊，師兄。唉，執埋嘢。最後喺開工前一定要準備同檢查要用嘅工具同埋設施。如果發現有啲咩唔妥嘅地方或者唔正常嘅情況，咁就要立即向上級報告，同埋避免使用呢啲工具同埋設施，以免帶嚟不必要嘅事故或者損傷。做足晒開工前嘅所有準備功夫之後，喺進行任何升降機或者自動梯工程嘅時候，都要注意以下幾個重要嘅事項。首先就要注意風險評估嘅結果同妥善實施安全措施。其實風險評估係由一啲熟悉工程安全同有經驗嘅人員幫前線嘅工作人員揾出佢哋相關工作嘅潛在風險。咁經過評估之後呢，就會制定一啲措施去消除或者係將有關嘅風險減至可接受嘅水平。咁大家出去工作嘅時候呢，一定要睇清楚風險評估嘅結果同嚴格執行風險評估入邊提及嘅安全措施，咁先可以令工程喺最安全嘅情況下進行。除此之外，就係要顧及個人同埋喺同一施工地點嘅工作人員嘅安全，同埋嚴格遵守安全守則同任何專為升降機或自動梯制定嘅緊急程序，咁樣就可以確保工程喺妥善同安全嘅情況下進行啦。最後謹記啦，要喺工作日誌上如實咁填寫最新嘅工作同埋檢驗結果嘅詳情。而家清咗條例同埋實務守則內容之後，仲有咩問題啊？冇問題，只要一切按照守則嘅指引去做，就包冇衰啦。同埋你要記住啊，有咩疑問一定要問師傅同埋請示上司啊。收到。嗱，你而家準備下，一陣間同你檢查扶手電梯咧。知道，師傅。喂，徒弟啊，嗰邊檢查埋嗰邊之後加翻啲油。好好，冇問題。嗰邊落多少少油添啊？收到。喂？哦，係啊，我哋即刻過嚟。隔離安心大廈嗰度壞 lift，我哋即刻過去。哦。你嘢寫埋工作日誌，我執埋一架生。好，收到，師傅。話埋俾你知啊，李師傅我啊有晒自動梯同埋升降機兩邊嘅 A、B、C 牌，俗稱全能牌，先咗兩邊走咋。
徒弟搞掂未啊？爭少少啫。好，搞掂。師傅麻煩簽個名啊。咦？而家4點半，你做咩寫5點鐘啊？我見上次都係填2粒鐘，咁計埋數差唔多5點啦。當然唔得啦！我哋喺任何情況之下都要如實填寫工作日誌噶嘛。你咁樣做已經觸犯咗法例噶啦。喺任何情況之下，註冊工程人員都必須如實咁填寫工作日誌，包括工作開始及完成嘅實際時間。根據條例第140條，任何人交出或者提供出虛假或者具誤導性嘅文件，操作遵從根據本條例對其施加嘅要求，即屬犯罪。一經定罪，最高可以處罰款港幣20萬元同埋最長監禁12個月。你快啲填過個隔離安心大廈啦。係師傅。改翻啱啦，師傅。到你啊！嗱，你一過去隔離安心大廈攞住啲圍欄先。你記住，千祈唔好自己行動啊！你等我過嚟，因為你仲未有註冊工程人員，唔可以自己工作㗎。放心啦，師傅，關乎到自身同其他人安全嘅嘢咧，我唔會亂嚟嘅。咁你醒目啦。走先啊，師傅。好啊，我而家去揾師傅。師傅搞成點啊？哦，我呢度咧仲差少少完成㗎啦。咁部機我 check 過係正常嘅，咁我會清翻個牆，俾部機你用住先。因為隔離大廈有急 call 啊，咁我一過去完成咗之後咧，我會翻轉頭再完成埋呢邊嘅工作。係，好，咁等我出埋簿先。好，咁你盡快啦，唔該晒。好，唔該晒你。師傅嗰邊啊，好。喂，兩位師傅，唔該晒。部 lift 突然間停咗，好彩冇揾到人。而家就行得翻啦。好啦，等我檢查下部電梯先啦。唔得喎，而家係放工時間，你整停咗部 lift，好唔方便嘅喎。況且部 lift 行得翻，不如下次先再嚟檢查啦。部 lift 可能有問題㗎，都係等我檢查先啦。如果出起咩事上嚟，負責人都要負責㗎。咁啊？仲有啊，下次嗰部 lift 出個問題，最好啊停咗佢，唔好俾人用住 ，call 我哋嚟檢查咗先。咁你係講得啱嘅，咁呢度交俾你哋啦。徒弟啊 ，set 好圍欄先啊。師傅，你好英啊！人命攸關啊，一定要堅持喺自己嘅本分同埋職責嘅，知道嗎？知道。知道仲唔可以守你嘅本分？係，師傅。如果升降機並非處於安全嘅操作狀態，註冊工程人員應該立即向負責人建議暫停使用並且進行維修。但如果繼續使用升降機而又唔會引致危險嘅話，註冊工程人員可以同負責人商議另一個時間去修復欠妥嘅地方。如果負責人唔同意暫停使用有問題嘅升降機，工程人員就應該立即通知上司，安排一名註冊工程師進行檢驗，以確定升降機係咪處於安全嘅操作狀態，並且喺有需要嘅情況底下通知機電工程署。註冊工程人員應該向負責人清楚講明升降機嘅情況，喺工作日誌上填寫相關嘅記錄，通知公司以保障個人嘅權益。嗱，而家進行升降機嘅機箱頂工作，徒弟仔，你仲記唔記得實務守則嘅內容啊？記得。第一，喺工作之前先要核實機箱頂上面嘅控制裝置係咪操作正常啊嘛。二，每當部機停止行車時，就要撳緊急掣。三，一定要用機箱頂上面個控制裝置控制機箱，同埋採用檢查操作模式。將機箱上落速度 set 到唔超過每秒0.63米，即係俗稱打慢車，因為喺機箱正常速度下工作係十分危險㗎。四，盡量減少同一時間內喺機箱頂逗留嘅人數，淨係派一名人員單獨控制機箱開動同停止。萬一有咩誤會，搞錯機箱行或者停嘅狀態，都會好危險㗎。五，仲要確保所有人員要知道機箱幾時行同點樣行法。六，機箱頂必須保持清潔，冇油污同埋結構穩妥。
避免企喺機箱頂部緊急活板門上嘅門鎖同安全裝置。7. 工作後一定要清乾淨機箱頂上嘅雜物，拎走所有嘅工具同設備。答得好啊！但係實務守則仲有其他工程同施工地點嘅實務指引，徒弟你一定要熟讀同埋周不時攞出嚟重溫㗎。我會㗎啦。咁而家就開始檢查，之後就上機房啦。收到。喂，徒弟，你要做咩啊？我玩手機，師傅。玩手機？你知唔知機房屬於危險嘅地方嚟㗎？一個唔小心造成意外㗎啦！嗱，你唔好俾我下次見到你喺工作期間玩手機啊！對唔住啊，師傅，唔會有下次㗎啦。咦，師傅，條鋼纜好似有啲問題喎。呢條鋼纜鏽蝕好嚴重喎，可能我斷裂有危險添。咁點算好啊？即刻停嗰部升降機，唔好俾人用。嗱，我而家就通知公司，你咧就快啲聯絡管理處。知道。喂，公司係嘛？係，我發現一部升降機條鋼纜有問題，冇錯。師傅，通知個管理處啦。咁好啦，咁我哋檢查埋其他嘢啊！記住啊，你一陣檢查完之後咧，千祈要清理好晒啲雜物，尤其是易燃物品啊，千祈唔好釀成意外啊！收到。睇完呢輯嘅故事內容，各位註冊工程人員一定對條例同埋實務守則嘅內容有更深入嘅了解。大家喺進行工程嘅時候，最緊要係跟足條例，依足實務守則入邊嘅指示去做，咁工作嘅時候咧就可以妥善又安心啦。